来乡亲啊，这个相关的新闻，咱会随时来报上。咱先来看这个赖清德，早起是登去伊的本命区台南市，陪同着立委的参选人登记造势。赖清德讲，伊甲伊的副手萧美琴拢是出身台南，希望乡亲会当互因支持，希望伫台南的得票数会当突破着历史的关票。赖清德话尾一个档，批评着这国民党甲民众党讲合作是权力的分赃，充满着选价游戏，就算讲成功，对国家嘛无帮助。一人举一支把大话当选，赖清德等到台南陪同立委参选人做伙登记甲造势。希望讲互咱的全力党做伙告诉好不好？赖清德亲身甲因加持，即摆转来到家乡台南，煞来又搁到高雄去助选，除了陪同这个立委参选人登记，还搁有走强庙，一天爱走10个行程，要顾南台湾的选票。毋若要达到胜选的目标，其中伫台南，佮希望讲得票数会当冲破历史新高的纪录。总统赖清德，副总统萧美琴，都出身台南，我们有共同的理想。我敬请父老乡亲，也能够给予我们2位能够突破历史纪录的高票。一讲到南北合作，伊讲这根本是歹戏拖平。所谓蓝白合，只不过是基于政党利害、分赃权力，同时充满算计的一场游戏。特别安排发表谈话，因为上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讲，虽然赖清德以31.8%。继续领先国民党的侯友宜以及民众党的郭文天，也过其中伫少年人的支持度方面，郭文天的支持度差不多是赖清德2倍。另外，民意调查分析讲，无论是侯郭配还是郭侯配，拢会当领先赖萧配。这样的作为是不可能得到民众的支持，即便组合成功，对国家进步也没有任何帮助。有信心带台湾继续向前行，在南北局势不明的情形下，赖清德已经做好1对1的准备，严阵以待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